你知道嗎？如果你在香港想做一次大腸鏡、胃鏡、超音波，要等4至12週，還要1萬港元，6000至3萬。但如果你願意飛1小時30分鐘到台灣台中，全部檢查5天旅行，包車、住宿 plus 機票，居然只要 HK 11000至14000。唔係講笑，真係咁抵。早上搭飛機，落機搭高鐵40分鐘就到台中。第一天先輕鬆行下草味道散步，審計新村逛手作市集，晚上入住台中商旅，準備第2天健檢。9點開始健檢，胃鏡 plus 大腸鏡一次做，書面、無痛分住做。12點就完成，通常比你開一場 Zoom meeting 仲快。下午去歌劇院、勤美、誠品輕鬆逛街，一點壓力都沒有。日月潭、溪頭、新社、花海、古堡、高美濕地、切陽金。台中附近太多靚景，日月潭坐船、九族纜車去溪頭森林吸氧，或者看台中海線黃昏，包車1日1港元1500搞掂。第4天行程更慢活，彩虹醬村、動漫坑、蘆澤咖啡。下午回診所領取你的健檢報告，醫師解說可電子報告寄你 email。晚上去逢甲夜市，香港人最中意的食到飽行程。食飽玩夠，5天旅程完成，帶住健檢報告返香港。香港做一次高階健檢，1萬港元6至3萬。台灣台中做完整套餐，4港元1800，5日4夜玩到癲，1萬港元1000付14000，全部包晒。在香港做一次，等於台灣做返玩5天。唔好以為你係來台灣做健檢，你係來玩，順便做健檢。香港大腸鏡排期要幾個星期，台灣7日內安排，仲要書面無痛，省錢、省時間又安全。亞洲最強 CP 值在台灣。想體驗玩住做健檢嘅5日4夜嘅，可用豐田之山診所線上預約，項目自由選擇，健檢72小時出報告。台中豐田之山診所，書面內視鏡，健檢自由行，出差、旅行、健檢一次完成。